今日就是即个拜三的下暗吼，大家来参加即个台语沙龙有即个活动吼，啊，即个活动是由咱理学局基金会所主办的吼，啊，即马目前是进行到第2场，吼，主要是希望讲伫每个月头一个礼拜三，头一个拜三吼，定期来举办即个活动，啊，透过咱用台语吼，甚至未来更有可能用客话吼，甚至是原住民语，咱斗阵用咱的本土语言讨论即款议题吼，所以有即个沙龙，我感觉最有意义的吼。我是今日的主持人，我是清风，目前是正宇出版社的主编吼。今日足欢喜有即个机会吼，就是我的学者邀请我倒来主持即个活动吼，主要是。过去我对大学开始到研究所，都是做台语研究的时阵，受到基金会这边做大的鼓励，佮有帮助。吼，所以我感觉基金会这边一直有咧做台语推展的这个事工，吼，所以有机会一定爱等来斗相共，吼，这是头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讲，我感觉，我学者哦，回文，伊找我等来主持这个，今日邀请到柯伟德教授来分享这个讲题，吼，可能嘛和我的学术论文有淡薄关系。因为有人咧问我讲，你学术论文是写啥物？我就简单讲一句，吼，阮即摆拢爱练习，甲乐乐逐个论文用一句话解决。我甲因讲，我的论文就是要研究讲，是安怎蒋玉文老师要和吴春明老师冤家。安尼讲在，对。啊，但是这重点就是讲，我感觉这个语言文的问题，吼，你自日本时代开始，吼，日本时代1930年代到今嘛，吼，已经蒋伟文老师和吴春明老师冤家，迄当时2011年，咱讲建国100年，所以你安尼甲算法，差不多100档的时间啦，吼，简单算100档的时间，台湾人面对家己的族群，吼，佮有家己要使用相关的语言，吼，其实是无啥物共识的。虽然讲对1930年代发生一届台湾话文论战，吼，啊后来一直爱到80年代才有一个台语文学论战，吼，啊，过来就是。我拄则讲的吼，2021年这个蒋黄事件，就是我做论文研究的一个开始吼。这3摆的事件，我的看法是讲，台湾人对这方面的知识吼，对家己的语言啊、族群啊、文化的知识啊，佮有你要追求啥物物件，基本上是我感觉无啥物无啥物跳跃性的成长。就一直伫迄个耳孔内底踅来踅去，我甚至是你今日讲咱讲台语，吼，人讲你扶老沙文主义，吼，这我感觉这是一个无道理的代志。而且，即摆的社会，吼，基本上拢是袂互你伤侪空间去好好啊思考，好好啊坐落来讨论这件代志。咱对历史面、对文化层面、对族群层面，大家是安怎？今日伫咱的是有一寡公共的空间内底，咱无法度讲家己的语言，这是啥足奇怪的代志，吼。毋过，最近确实有较好啊，吼，譬如讲网络顶面有一寡社团吼，开始咧做一寡即种台语研究的工课，甚至是台语推广的工课，吼，譬如讲，除了基金会这边吼，我感觉这宣传做啊愈来愈水啊，愈来愈普罗啊，吼，佮有一寡像失控的台语课，吼，佮有一寡邻册顶面的朋友做伙来关心，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毋过有一寡知识性的物件，我认为是需要像今日这个空间吼，这个活动，大家做伙来较深度的讨论吼。所以今日邀请到柯老师来讲这个问题吼，我感觉是足适合的。可能拄好老师迄本论文出版的时阵，拄好我毕业，所以我无参考到，我感觉足遗憾的。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当和柯老师吼来一个小小的讨论，我感觉就是足欢喜的，嘛希望讲等下有一寡问题吼，希望大家想到就会当随时来提出，或者是讲咱就会留一寡时间吼，大家当互相交换意见吼。所以来进入咱的正题吼，我是想要先打一下话头吼，就是讲今日讨论到语言甲族群的问题吼。我想最近有2件代志会当来，互大家有一寡联想吼，譬如讲咱的行政院长吼林权吼伊。进前就是因为伊无啥会晓讲台语，所以互一个国民党的立委讲，你不晓讲台语，你去装卡是要怎向人搬烂安尼吼。啊，但是对国民党的角度，我感觉伊讲即件代志足奇怪，就是讲你较早甲人禁台语、禁本土语言，结果你今日甲人讲，你谁人不晓讲台语，即件代志足奇怪吼。啊，甚至是讲，咱讲台语了后，
有咧讲原住民语的伫立法院内底咧质询的吼，嘛互人外口骂，讲你讲原住民语听无吼，所以对这两件代志，我感觉台湾对于这个语言平权吼、语言平权这个议题的认识，其实各种浅薄的吼，非常浅薄。所以伫这个面上之上吼，我另外佫想到一件代志吼，比如讲咱即马讲台语吼，台语这个名吼，对有一寡人来讲，可能就是你不先解决一个问题。哦，讲你为什么要独尊台语？有时候要独占台语吼，而且咱咧讨论台语文化的时阵嘛，拄着一个困难，我毋知大家有感觉无？讲出来互大家分享一下吼，就是讲咱讲客家文化，甚至是讲有一寡原住民的文化，因除了语言以外，因伫日常生活内底，我感觉因是相对有一寡较明显一寡物件吼，就是因文化内底的物件。譬如讲，可能咱讲阿美族，吼，因为阿美族的语言，吼，佮有因的身躯的穿插，因的传统的服装，可能佮有一些装扮这样子，吼。但是我感觉，当来讨论咱台语讲台语的人的时阵，我感觉有一个困难，因为咱讲台语的文化，基本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讲，它基本上就是规个台湾文化。同伊过去较侪人，就是较侪人认同这个物件，较侪人的生活内底拢是这个物件，吼、所以你即马你要讲一个讲河洛文化，这件代志我感觉是足奇怪，吼、足奇怪。啊，嘛讲家药啊，对无？啊，河洛这个名，吼，佮有这个文化内底的内容，我感觉咱本身就是含迄个福建啊、河洛啊这个东西是有区别的嘛，因为来到台湾了，台湾家己有家己的主体性嘛，伊变做是含过去无共款的物件。所以咱今日咧讨论即个族群加语言的问题的时阵，我会想到一个问题，譬如讲，有一种讲法叫做彝族，吼，台彝族、台语族群，吼。啊，但是提出台彝族即个概念，敢袂当解决咱目前的问题，吼。譬如讲，咱即个使用即个语言的族群，吼，咱伫族群的即个辨识度，吼，辨识度顶面，吼，可能无啥够。尤其你会拄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有人台语嘛讲得足认真的啊。但是你讲伊敢认同台语文化，无一定啊，像谢龙姐，无一定嘛。所以你若是当要靠语言吼，啊成立一个语族，我感觉会拄着我拄则讲的这个问题。所以可能更加有需要，今日邀请柯教授来讨论讲，语言和族群之间到底是啥物款的关系？语言伫认同这件代志内底，伊所扮演的角色，伊所发挥的功能到底是啥物？吼啊？对这个角度出发，吼，咱即马就来邀请柯教授来为咱讲今日伊所要讲即个主题，我也嘛欢迎大家有意见尽量提出来做为讨论，好不？好，咱掌声欢迎柯教授。多谢金哦，我声较大声，所以我麦克我就囥咧遮啦。前两天基金会应该是慧文吼打电话给我吼，讲我这所来找会着袂吼。啊，伊讲伫阿瓦边边啊，我讲迄个无问题啊吼，我是读迄个西门国校啦吼，其实细汉的时阵是住喺西门町吼，所以我讲无问题，一定找会着的吼。我坐5:25分的高铁吼，所以差不多6點出頭吼，行到即個下骹啦吼，所以遮久無去阿瓦邊吼，所以就先食一個阿瓦邊吼。我毋知伊這新的迄裝潢偌久啊啦吼。10年左右。因為就甲我細漢迄個完全無共吼。內底的人敢若較早西門町遮吼，迄個我讀西門國校吼，迄個其實同學間是拢講台語的啦吼，迄個阮遮濟迄個粵劇就讀的學生是從山林堡來的吼，所以遮就是迄個講台語吼。我尾也讀迄個南門國中吼，南門國中，阮迄班一半是西門的，一半敢若是國語私校吼，所以我是細漢無啥物意識啦吼，國中時陣發現原來講西門遮有影就拢講台語的啦吼。但是到阿瓦邊迄個店員啦吼，伊就毋是講，毋是來伊問我要點啥物菜吼。則過來講，這有點尷尬吼，就是我叫一碗麵，閣叫一碗100塊的肉，食無飽咧。講迄個分量有點少吼。
所以我想，我还佫去食一个物件吼，所以拄啊看，我毋知影遮迄个可能我看到迄个海柠檬啦吼，对，嘛咧边仔尔，我想要食迄个鱿鱼羹吼，所以我就叫一碗鱿鱼羹，佫叫一个迄个东仔米糕安尼吼，迄个头家娘，伊就伊一开我坐偌久，我就听讲切仔啦吼，原来伊有人叫迄个切仔面啦吼。伊切仔，我无真清楚着，因为我都爱等因迄个食物件旁来嘛吼，就我发现因迄头家迄家人吼，因其实毋是讲迄个我可是讲福佬话啦吼，毋是讲福佬话吼，这我这是有点怂啦吼，有点真久无来台北啦吼，就讲这是我的开场白咯。我讲我住在即个较早应该即个区吼，西门町遮应该大家拢是讲台语的所在吼。迄个食两间店，发现讲即个语言有一点仔无去安尼吼。所以我开始我今日的即个演讲吼，题目其实是基金会迄阵服我的吼，毋过我想这应该甲我顶面在迄个座谈的时阵讲的物件有关系吼。这第一张吼，阮兜是讲台语啦吼。我讲这阮兜讲台语是包括你是声音啊。是有影讲台语吼，但我迄个查某囝是要3岁啦吼，这个细汉的这是迄个搁过2工1岁啦吼。伊搁袂晓讲话啊，细汉袂晓讲话，大汉的迄个伊就阮兜就敢讲台语尔吼。当然这迄个住在阮的迄个恁大人大概无差，阮是双语嘛，阮甚至是迄个比双语搁知影较侪语言吼。迄个小朋友，阮兜无电视啦吼，即个大汉的这个有一点问题，因为甲伊的大部分的囡仔其实是无啥有法度正式沟通啦吼。阮兜讲台语吼，但是今日的题目是讲语言甲族群的关系吼。阮兜讲台语到底代表什么代志吼？还是拄仔情况讲语言甲族群有啥关系？那看即个演讲的题目讲语言意识甲族群认同的关系，你若无甲认真想，你讲这有啥好问的啦吼？这毋是废话吼，就是语言意识甲会增加即个族群认同嘛，吼。但是因为我是咧交大的客家学院教主啦吼，非常做科教族群理论啦吼，所以基本上就是阮就是咧问即寡问题吼，所以我用八个迄个 case 开场吼。第一个其实是这是阮院长吼，迄个叫迄个张维安吼，伊最近完成的一个计划吼，咧做日本客家的研究。伊做了吼，伊上若甲讲一句，用一句话讲伊这研究，伊感觉伊甲我讲吼，伊讲伊上大的心得就是讲，在日本客家吼，有一群即个第2代、第3代的即个其实后华侨、后代侨啦吼，但是伊是客人，因开始有某种程度的客家认同安尼，但是因完全袂晓讲客语，吼，就讲。即寡开始有客家认同的客家人吼，咧都喺日本的客家人，第3代袂晓讲客语安尼吼，所以伊就问我讲，你在族群理论内底敢有去讲袂晓讲某一个语言但是确实有即款某种迄个族群意识即款 case 吼，伊就问我即个状况吼。第二个这其实是我指导的一个学术论文的学生啦吼，但是伊的主可能是2012年、13年我袂记啊，但伊的主伊个要伊个写袂歹吼，所以要迄个新德馆的文化局甲出版吼。伊是咧做即个陶卡斯的迄个道卡斯啦吼，面包吼，新德这趣味的吼，这是住喺德邦吼，伊有一个阮叫采田福地啦吼，迄个采田吼，就是采嘛吼，采田其实就番啦吼。伊这一过去因就是迄个面包吼。但是住喺即个长期的即个，你会使讲原汉接触这过程了，因即马大部分人是讲客语，吼，就讲因其实因是已经是基本上迄个较老一辈可能嘛，敢剩老有法度讲一点点即个迄个头壳的即款话尔吼，所以我这学生其实就咧问讲，即群人因的认同的迄个状态是啥物物件吼？你阮伊用一张图啦吼，
这个讲这个认同的这个可能性吼。当然有一种为即寡讲客语的传播吼，伊可能伊会认同伊是家己是客人，伊嘛有可能讲认同伊家己是迄个头壳是保安的吼，但可能伊嘛有中啊这个状况，但是在迄个现实上啦吼，迄个状况搁较侪啦吼，无一定干那一个即个轴线尔吼，这是第二个 case。第三个 case 是这我袂晓，我毋知这迄个河洛话安怎讲吼，所以我敢会晓讲即个罗马拼音啦吼，就西线吼，迄个塞夏吼，这是我最近一个学生拄好咧进行中的一个题目吼，这个西线的 case， 这 case 其实嘛足趣味的吼，咱知影讲伊是所有原住民内底一个族群啦吼，但是在这个族群内底，大家上讲上多就是讲。伊其实是分做北边甲南边吼，北边主要是咧新德关，因为伊边仔就是阿泰亚吼，就是迄个泰雅族啦吼，所以基本上因遮侪即个北边的即个这些因就是甚至讲泰雅语啦吼，南边咱南庄吼，即边伊是甲迄个客人的接触较侪吼，所以南边即边遮侪迄个这些其实伊就是讲客语。所以在即个塞夏的研究内底，我感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讲，看起来敢咱两群，甚至是讲无共话的人吼，因安怎变作，也是讲认为因是一个族群安尼啦，吼，这是迄个塞夏的问题吼。再来一个 case， 我可能会用这本书吼，这本其实我咧上族群理论，我再加这本书的啦。这本书其实都在族群研究内底则经典的，伊是都在1975年出版的吼。迄个 Idol of the Tribe 吼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吼，这我看伊这中文翻的名，有一点无共哦，叫族群集体认同甲政治变化，吼，歹势吼，我的台语实在无够认真。迄个遐有迄个黄明燕哦，迄是我大学的迄个同学吼，伊讲伊特别来听我讲吼，但伊个理由是讲，咱基金会找一个迄台语则无认证的迄个老师来演讲吼，所以我来看有进步无，我想可能有限啦吼，我尽量安尼。我所以最后来讲第四个 case 吼，第四个 case 是迄个犹太人咱有一点对犹太历史有啥理解的人，咱拢知影 Hebrew 吼，就是即个希伯来语吼。这个语言其实伊已经从2000几年来，伊其实就是纯一个书面语尔啦吼，因为是一个迄个仪式的语言在日常的生活内底已经就死去啊，比如讲日常的生活，因就无人咧讲即个话啊是在19世纪迄个开始有一寡即个即款犹太建国主义者开始。用即个已经剩在顶悬会使读的语言，搁甲复兴起来安尼吼。基本上在世界上即款死的语言搁活下来吼，有可能敢若即个是上强讲的，定来讲的。但是即个讲即个 Hebrew 甲你是犹太人中间的关系，其实嘛是搁较复杂安尼吼。你讲对。即个认同迄个以色列即个国家的人来讲，因认为讲这 Hebrew 当然是最重要，会一个文化的遗产。但是对即马就算在今日来讲，你问一个犹太人讲，你是毋是一定爱讲这 Hebrew， 你才是犹太人？这可能答案无一定真必要啦，这是因的讲法。第二个，迄个在语言运动定定讲的是即个叫吼，就是即个爱尔兰语啦吼，迄个Irish 吼，伊这其实迄个开始的时间嘛是早19世纪吼，因为迄个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开始迄个我阁是有一寡字我可能阁是南华语吼，在即个例内底，其实伊就定定的人用比即个
假哦，即个运动甲即个希伯即个运动，吼，就希伯运动这是成功的，但是假哦这尾啊，即马差不多应该讲就差不多是已经失败啊啦，吼。吼啊，所以即个伊萨拄好讲，即个作者伊讲到迄个爱尔兰甲即威尔斯吼，恢复即个故意的努力吼，基本上就无即个分离意识发觉，吼，这是即个 case。啊，佫一个 case 吼，这是美国的迄个欧洲移民啦吼。咁咱会使想着讲即款即个德国的即移民吼，基本上因也袂晓讲德语，因就是讲英语，吼啊，但是毋知影啥物原因吼，就是差不多在即个差不多60年代、70年代以来吼，社会学家去发现讲，即群即个欧洲移民的人吼，因敢若有愈来愈强的即个族群运动安尼，吼啊，所以有一寡即个社会学家就讲，即叫迄个 symbolic ethnicity 吼，就是迄个象征性的即款族群啦，吼，就讲即款族群，甲咱较早想的，就讲迄款一群人住在某一个所在，有共款的生活方式，讲共款的语言，即款伊可能已经无啥共款，吼，这是另外搁一个咧。但是嘛有倒变的啊哈。我即暑假带学生去迄个马来西亚3礼拜吼，阮去迄个异地教学啦吼。阮就是其实阮要就是去这个所在吼，迄个一个足庄卡的所在啦吼，迄个叫霹雳州，离这吉隆坡可能搁超2点外钟的迄个车吼，啊一个霹雳州叫金宝吼，即个培元独立中学啦吼，这足著名的吼，但这可能需要对马来西亚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啦吼。伊这所谓独立中学，就讲伊这是家己办的啦吼，毋是无接受国家的迄个补助啦吼。啊，这当然，这历史有真仔复杂啦吼，我可能就无时间特别讲吼。但是你若住在即个关于培元独立中学，你会感觉，若特别对我即个有台湾意识台湾人来讲，看一寡即个因的即个标语吼，就是拢怪怪啊，吼，弘扬中华文化吼，发展民族教育吼，这是我细汉的时阵迄个学校的语言啦吼，但是住在即个马来西亚，咱会使看到即款话吼，啊，其实阮住在遐3礼拜，足趣味的一个经验吼，就讲基本上阮住迄个都市，差不多可能一半是华人啦，吼嘛有一寡客家啊嘛嘛有福建人，应该是讲福建人啦，广东人搁较侪安尼吼，差不多阮学生就炒华语拢会通的对吧？你着讲即个华语，还是讲这普通话拢会通咯。所以住在马来西亚内底，因是马来西亚人啦，吼，在认同是顶悬是无问题吼，伊袂讲伊是中国人，你若讲因咧在族群研究即种方式，你若中国队甲马来西亚队咧比迄个羽毛球吼，你甲谁加油？较早因有影可能是替迄中国队加油啦，即摆无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咧替中国队加油吼，因就是马来西亚人，这无问题。但是因讲华语安尼吼，OK 哈。上尾一个咧，复杂一点吼，这南非吼，南非的迄个语言叫迄个 Afrikaner 吼，就是南非语吼。南非语其实是主要是迄个伊其实就是荷兰语的迄个变种吼，伊就是因为基本上主要是迄个荷兰的即个殖民者传去遐来语言吼。即个南非语吼，毋是就讲。毋是所有讲南非语的人，拢会使叫做即个荷兰裔的南非人啦。因为遮侪即款，你若是迄个黑人，还是讲就是毋是白人的即人啦吼，所谓优先进吼，也是讲即款迄个 mix 吼，即款混血吼，你会晓讲即个话，但是。因为在历史上，即个荷兰裔的南非人是迄个支配者啦，支配者吼。当然，因为这主是1975年出版的吼，所以迄个伊讲的是较以前的迄个故事安尼吼。所以因会晓讲，但是因无去认为讲因是荷兰裔的南非人吼。但是佫有一寡人，伊可能毋是讲即话啊。你查讲伊遮讲的一寡迄个讲德文的即个日耳曼人，也是讲英文的即寡移民吼。因毋是讲迄个南非语，但是
因去互认为讲因是南非裔的即个荷兰裔的南非人吼。OK， 哦，所以即寡例要讲啥，其实这是一个开场白啦吼。语言甲族群的关系其实真复杂安尼吼，讲可能毋是咱像咱想安尼讲有真简单的伊对伊的即款关系啦吼。OK， 所以照过来，所以我这是我准备的迄个大纲吼，唔知大纲吗？纲会使啊，会使。基本上就是讲，啥物是语言，啥物是族群，吼，语言要安怎影响到族群，吼，大概这就是我准备的问题，吼。所以啥物是语言呢？这看起来敢若嘛真简单的吼，可能嘛无遐简单吼，这是迄个巴别塔吼，圣经里面的这巴别塔，这是都喺圣经的迄个创世纪内底讲的故事嘛吼。然后就讲人的迄个人想要讲无共的语言啦吼，因为过去所有全世界人拢讲共款的话吼，有一天吼，因就想讲，因找到一片地，因想要住喺遐做庄仔头，庄仔头摕来做石头，就是迄个慢慢起一个塔，吼迄个耶和华吼，就歹势耶和华，耶和华，即群人真厉害，想要做塔就做一个遮悬的塔，若安尼，这个塔做了，伊要做啥物代志，拢袂迄个失败啦吼，所以伊就决定讲，咱落去吼，咱用伊的话甲变互乱去吼，互因讲无共的话，互因无通安尼吼，所以这就是迄个圣经内底讲这语言的迄个起源吼，这巴别塔的迄个故事。那拄仔一个较直观的迄个解释内底，所以即个咱人讲无共的语言，变做是一个原罪嘛吼，也是讲是一个负面的代志吼。然后本来大家敢讲一款话，咱会使合作，咩啊？咱讲无共的话，所以咱开始就可能爱冤家安尼。吼，这是一种解释。吼，但是即个罗牧师吼，伊认为讲要怎读这故事，可能阁有其他的读法吼。可能你会使讲即个这其实是要纯母语吼翻。德国吼，这是伊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迄个神学的解释吼。但这我想这是我也无法度解决啦吼，这问题，但是这就是一个起头方向。这世界语言偌济吼，这个 SIL 是其实是一个国际上在研究保留迄个无共语言的一个国际组织吼。伊有出伊定期会出一本书叫 Ethnology 吼，伊一本书吼，伊每年即摆可能网络顶面嘛是会找到版本吼。伊讲啥物叫做迄个活的语言啦吼，就是讲即个语言，甲即摆为止至少有一个人，甲伊甲当做是一个迄个 first language 吼，就是伊的第一语言，也是讲伊的母语安尼讲，至少有一个人安尼就使叫一个语言啦吼。世界语言的速度，伊每一年公布的拢无啥共款吼。之前拢超6000几啦吼，我嘛是准备即边演讲，我才发现，破7000啊吼！伊2006年伊公布的是7097个语言吼，所以世界超有6000至1000个语言吼。即寡语言安怎分类吼？这是大问题啦吼，这是当然是专业啦吼，咱有使遮侪用遮侪款无共款的方式来做即个语言的分类吼，才讲伊在历史发展顶悬伊的关系吼，所以这基本上是即马用的方式吼，因叫迄个历史语言学啦吼，就是讲伊用不得专业吧啦吼，就是讲伊在迄个用某一寡方式去推测即个语言甲语言中因过去的即个古语吼的关系啦吼。不过基本上咱会使想讲，咱刚刚咱读熟的迄款动物的迄个分类吼，伊就有啥说语言的门吼，语系吼，这是咱汉定来听的吼，语族、语支吼，语言、方言安尼吼，差不多，咱会使甲就做一寡层级安尼吼。但是吼，即个差不多但即个啥物是一个语系吼，一直拢
对语言学家来讲，也是足困难的一个工课吼，因为无这提出来其实足侪拢是甲迄个甲假说啦吼，甲还没有那个甲说加算，就是讲，你若新的政府搁出现，那其实伊迄本来迄个理论就向迄个推掉安尼吼。毋过，当然我想咱迄些个什么汉藏，迄个 Sino-Tibetan 吼，即个汉藏语系吼，印欧语系吼，Indo-European 吼，即等等安尼吼，也是讲咱台湾的即个南岛语系吼。啊，这较趣味的吼，就是讲像即个泰卡带啦吼，即个东台语系啦吼，我对这个有一点兴趣，虽然这毋是我的专业啦吼，因为我迄阵咧写博士论文的时阵吼，迄个开始第一遍接触到迄个 Wikipedia 吼，迄阵个迄个可能才开始无偌久吼，我感觉足趣味的吼，所以迄阵我就写袂少迄个维基百科的迄个条目吼，像即个我会记，像迄泰卡带迄阵就是我写的吼，所以我搁有印象吼。迄阵是常常要写一条吼，就是迄个东台语系，就讲我看迄文献内底，迄个西方的迄个语言学家认为这是一个语系啦，但是中国语言学家就甲反正中国语言学家就感觉即个中国顶悬，即个土地顶悬的语言拢爱是即个 Sino-Tibetan 所以伊就讲这叫迄个同台自然的语族啦就甲放喺下骹，搁即个苗瑶苗面嘛是伊对伊个中国语言学家嘛，甲做做一个迄个Sino-Tibetan 的一部分啦但是语言学家大部分中国以外的语言学家拢毋是安尼分类的所以就表示讲，这语言分类本来就是一个有即款人的研究本来就无法度迄个甲政治还是权利即款物件分开啦这是搁其他迄个咱较定来讲，不止即寡Indo-European 那个英语嘛德语Caucasian 这就是迄个在迄个高加索地区的一寡语言Uralic 这是像迄个芬兰语啦遐阿泰，这较趣味这除了差不多是蒙古语日语甲韩语安怎分阁有无共诶观点有一寡学者甲放咧即个Uralic但是有一寡讲伊是独立的即个语系啦即个Dravidian 这是在印度南部一寡语言，伊就足特殊的，所以就毋知影怎分类，伊甲变做一个独立的语言南亚是差不多中南半岛遐足侪拢是南亚语南岛语这就咱台湾这个南岛语这个 Afro-Asiatic 这是嘛有人叫做是迄个闪韩语系啦伊基本上就是中东迄寡希伯迄寡话拢是即个语系非洲足侪话是叫Indian Congo 安尼这是维基百科的图啦这无重要我就是简单一个真简单的即个 overview 世界超7000种语言咱会使有种种的方式甲分类这分类安怎分？这基本上是一个当然这是足专业的代志，但是即个专业内底，咱阁会使看到足侪即个政治力量的迄个影在内底简单介绍一下南岛语这是这甲咱关系较密切南岛语有超1300种有全世界有25000万人咧讲一般咱就讲迄个南岛语是世界迄个分布上跨的一个语系啦咱台湾是上北边嘛这边是非洲的即个马达加斯加这边南美洲的即个East Island 迄个复活节高瓦岛East Island 这南边甲即个 New Zealand， 但是即个澳洲是另外一个语系所以这是南岛语的朝迄个分布的所在就是世界分布上讲的即个语系
数量差不多是排名第2啦，吼，嘛甲即个尼格康果嘛差不多啦，吼，差不多1300种，吼。啊，若是使用的人口，差不多是排名是第5，就是即个语言，吼。好，啊，啥物是语言？吼，我感觉应该是即个较趣味啦，吼，就是我讲，迄个 SIL， 你讲世界有7000种语言，啊，即内底上大的麻烦就是讲，啥物是变做一个语言，还是讲你是所有的即个方言啦，吼，这是差不多咧分语言时阵，上大的迄个争议吼。当然，这有遮侪种分法的啦吼，但我只是讲即个社会语言学家因的用法吼，这其实嘛是维基百科另外一条无，但这是迄个较早10年前我写的，我今日个看，敢若佫无啥改着，我十几年前我写的，伊迄阵就讲，伊即个对社会语言学家来讲，即个 mutual intelligibility 吼，就是有法度理解无，吼，这是上重要的一个判准，啥物意思？吼，就是讲，你若你讲一个话，吼，伊讲一个话，恁两个的话会通，吼，恁会使，你讲的即个话，伊讲迄个话，咱会使用咱家己的话来了解对方在讲啥，吼，这就是有互相理解，吼，这就是这两个拢是一个，这两个拢是一个，就讲这两个就是共一个语言啦。哦，无你无就是即个第一个是第二个方言，无就是第二个是第一个方言。佮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讲，这两个话拢会使互做第三个语言的即个方言。OK， 若是讲即个你讲即个话，甲讲迄个话人无法度互相了解，安尼恁讲的就是无共的语言。看起来真简单，但是都爱迄个实际上的迄个咧应用的时阵，就出现一寡问题吼。这其实是我迄阵咧写这迄个百科全书，我整理的啦吼。我读一寡物件，我整理做3点吼。迄个有3点对拄我讲的即个讲法的批评啦吼。第一个吼叫做即个continue 吼，就是即款语言基本上是一个连续体啦。吼，咱可能有在看这个吼。咱想吼，你其实这个差别就是安尼慢吼，伊是一个就讲一条连续的线，吼。安尼有啥问题呢？咱看，你讲吼，你讲这个第一个人吼了解第二人的语言，第二个人了解第三个人的语言。第三个佫了解第4个语言，吼，这是若是一个迄个连续体意思安尼吼，但是有可能即个第一个无了解第三个啊，吼，你了解第二个，但是第二个了解第三个，但是第一个无法度了解第三个，吼，第二个可能无法度了解第4个语言，吼，但是因互相是有法度了解的，吼，所以变做讲，咱来讲到底即个互相的即个有法度了解，吼，这是啥物意思？你若带迄个应用的时阵，就出现这问题吼。就讲，即个无共的语言基本上因的这差别是一个连续体吼。咱真歹找一个遮简单的线甲切断去吼。第二点是啥物叫理解？两个人即个第一个甲第二个人有法度理解互相的语言。这理解若带迄个。应用顶源嘛有点困难，这边，伊即阮遮个例是讲，你讲即个芬兰语啦，吼，因为迄个在芬兰语其实在即个伊个学校内底拢嘛会教迄个瑞典语，吼，所以基本上因拢会使读写瑞典语，吼，因若在即个书面吼顶源吼，因嘛有法度理解一寡即个。迄个丹麦语，丹麦语，你看，这是芬兰嘛，这是瑞典，这是迄个丹麦，但是呢，其实即个芬兰的人因加减看有啦，但因听无啦，就是讲伊对你若是无看字你敢用听，你完全听无即个丹麦语咧讲啥，所以这啥物意思？是讲，啥物是理解？有时即个书面呢，你像汉语，基本上伊过去是用即款书
书面语的方式，互大家迄个创造一个会使沟通的世界，吼。但是你在口语顶缘，其实咱是袂通的嘛，吼，啊，所以这安尼只是敢会使叫做理解，吼，这是第二个迄个，你讲反省，还是讲迄个质疑安尼吼。啊，再过来，无共的人的迄个所有理解的能力嘛无共，吼，伊我这个是讲，你若一人你家晓一种语言，吼，啊，甲你看有一个人伊若晓遮侪语言的，吼，啊。因两个理解能力就无啥共款，吼，即个是讲，吼，有一个人伊捌6种迄个印欧语言的即个语言，啊，伊无学过即个荷兰语，吼，啊，但是因为伊会晓这6种语言，所以即个荷兰语伊完全无学过，但是嘛无敢若有法度理解一点嘛，吼，啊，但是你若敢若会晓瑞典语尔，这荷兰语就是一个完全一个外国语，吼，所以遮要讲的就是讲，看起来敢若简单吼，即个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方言，咱讲迄个互相的即个理解性吼，啊，但是在你正是个用的时阵，发现每一个case 拢足困难的安尼吼，所以什么是语言我甲遮停啦吼，但是我家己是感觉讲，因为我小等上尾场的用一个我早会讲即个话啦吼，就是讲语言甲方言的差别是啥吼？就是语言就是你若有陆军、有海军，啊，你就变做语言安尼啦。吼，伊讲这咱小等上尾来讲吼，就讲啊，你若无陆军甲海军的时阵，人就讲你像迄个方言安尼吼，这小等咱会搁讲吼。好，所以拄我讲的是讲什么是语言吼，即个来讲什么是族群吼，什么是语言，敢若真困难啊！严格来讲，什么是族群是搁较困难的代志。迄个我服务的单位是叫做人文社会学科吼，这是在交大的客家文化学院的家。啊，阮的硕士班的名是叫族群甲文化。所以阮遮就是拢问讲什么是族群安尼吼，啊，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搁较困难的迄个工课吼。什么是族群吼？某一种简单的想法，族群就你生落来，恁老爸是啥，恁妈妈，恁妈妈是啥吼？你生落来是啥，你就是啥嘛吼。还是讲过去的迄个定义讲，你讲某一种语言的人，你就是即款人嘛这阮甲讲，这是叫做迄个原性论啦primordialism 就讲这就是一较接近咱一般的迄个日常世界理解方式的即款族群但是咱随拄我一开始讲迄八个，咱嘛再看咧，即个咱凊彩就想出一寡，就是讲无啥合即款第一个即款原性论的吼。你若爸甲妈妈是无共的族群，你是啥也是讲拄我讲，恁袂晓讲客语，但是你敢会使讲家己客人也是我的学生讲迄个毋是，迄是迄个，其实。我讲迄个做迄头壳时吼，因这文献上顶完大部分讲是变波客啦但是伊写完这论文我甲讲这应该是客变波啦这变波客意思讲你是客你去用变波化应该讲变波化的客人但是伊迄应该是客化的变波人因为你若是要迄个对照即个河洛客河洛客基本上是都在中华嘛伊咱讲的就是讲，伊本来是客人但是伊已经去用河洛化，伊袂晓讲客语嘛可能认同顶外嘛是迄个变做是河洛人所以叫河洛客所以即寡例拢安尼即寡应该是因是在什么族群变做一个麻烦的问题所以在族群理论顶外有人讲即个功夫论，还是即个情境论啦，instrumentalism 还是 circumstantialism 这讲的就是讲族群就你问的就是讲你在即个问题，你在即个族群这个问题顶外你是啥这其实就跟咱其他的身份共款你若迄个环境无共的时阵咱有可能咱本来可能我凊彩讲的迄个可能前一天我是 A 族群第二天我发现讲做 B 族群敢若袂歹，迄个考试会使加分，还是讲今日会使有啥物迄个优惠的代志
啊，可能我今日我本来昨我讲我缀阮老爸，我是做 A 族群，我今日我变做我就换做缀阮老母，我做 B 族群嘛，吼，所以这就是一个迄个 circumstantial 的，吼，也是讲对伊来讲，这族群是啥伊嘛，伊就敢若其他的即款社会选择共款，你若对家己较有利，你就做这选择嘛，哈，所以伊就是敢一个工具共款，吼，在族群理论内底有即种讲法，哈，吼。安尼我用一个在头1971年的款吼，一篇美国社会学家薛文凤的一篇论文啦吼，伊讲所以族群到底是啥吼？伊这个下骹伊讲的即个定义的方式吼，我读一吼，好，族群是啥？族群是存在咧大社会当中的即个集合体吼，迄个处团体吼，第一个吼，所以伊毋是。伊一定是社会内底一部分尔，你袂使规个社会拢是一个族群啦，安尼就毋是叫族群啦，你是大社会内底的一部分，但是即款集合体足多啊，所以佫第二个，你即款集合体甲其他无共，是因为恁即群人认为恁有共同的祖先呐。无论讲迄是正，还是恁认为恁想的吼，这第二个。因为安尼，所以恁认为恁有共同的迄个历史记忆，嘛认为讲恁有甲别人无共款的即个文化的迄个标即寡文化的标准包括讲迄个亲属啦，交往的方式啦，宗教啦、语言等等安尼这是即个薛文凤的定义。咱会使定读所以即个定义内底这是大社会的即个处团体你甲即个出世你的祖先即款讲法有关系但是上调是讲，你即款甲祖先甲起源有关系的代志，其实毋是正实的迄是你认为的啦，迄是认知也是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啦，所以若安尼讲族群的即款你有啥物文化的迄个特质啦这普通是因为咱需要讲咱甲别人无共款，咱去选起来所以若安尼讲，即个主观的认同你主观认为你是啥，这可能永远比你任何因为你若用其他的方式，不管咱怎讲。语言、风俗习惯，迄个等等的即款所有客观看会到的即款物件，咱拢无法度去定义一个族群啦所以讲到尾也是剩来讲，就是其实就是你主观认为你认为你是啥安尼OK，还是我讲话有点啰嗦我惊大家感觉足无聊的所以我建议是安尼就讲你若感觉有啥听无，还是讲感觉讲迄个论证的过程，你感觉有问题你就紧甲我插，紧甲我拍断安尼你就我感觉安尼可能会较趣味啦所以就尽量大家尽量随时甲我拍断，我感觉即款演讲会较趣味一点无我讲。即款拢敢咧读迄个 textbook 可能有真无聊安尼即我刷来要讲的是祖先是啥就讲咱拄讲族群是啥？主观顶悬，你认为恁有共同的祖先，这可能是族群即个概念到尾也可能是剩的咱差不多无法度甲推翻的迄个定义方式。但是。祖先是啥？咱咱讲袂清楚祖先是啥？是阮老爸的祖先，还是阮老母的祖先？还是什么10代的祖先，还是100代的祖先？我想所有人拢知影，咱即马迄个若讲到人类的起源咱就是拢非洲人的迄个后代嘛这是差不多，咱即马差不多应该就差不多是定论的迄个讲法所以是要立甲即个20万年前迄个非洲。也是要你讲400年前的即个中国甲台湾，咱到底是当时才是咱的祖先但是我感觉 Chandra 这一个迄个其实是政治学家啦伊写一篇论文我感觉伊就问这问题，我感觉伊做啊搁较有的
一款分析安尼吼。哦，都喺这边讲，What is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signature？ 吼，什么是族群认同？啊，这敢有真系真重要吼，都喺这篇论文内底吼，伊安尼讲吼，伊讲什么是祖先吼？咱会使，咱凊彩甲想做几种可能性吼。哦，第一个无就讲啊，所谓迄个共同的祖先的 common ancestry 吼，就讲敢若无问题。但是我讲这祖先是啥？这其实是咱认为的嘛哈。哦，所以伊是一个a myth of common ancestry 吼，是一个秘书啦吼，共同祖先的这个秘书吼，OK。但是这祖先有时定定是其实是所在啦哈，是讲OK， 迄个咱讲的是讲a common place of origin 吼，共同起源地但是起源地的度，这差不多拢是咱想的啦这是a myth of a common place of origin 一个共同起源地的秘书祖先的规则，我讲什么是祖先？敢若无问题，就讲老爸就是无一定啊像咱老母就毋是祖先所以无同的文化关于迄个祖先的迄规则其实是无啥共款若祖先以外，咱咪讲你若一个文化一个语言，这是毋是嘛是讲祖先的方式还是共同的历史？所以要来画一个这图啦有点复杂。我想简单的读法就是讲，无同的定义下骹，即个祖先伫倒位其实无啥共款所以咱有影要讲在学术顶悬要创一个较迄个严格，还是讲就是讲较清楚的定义方式。安尼咱就爱多看你比较这几个无同的定义方式，看什么是咱会使感觉咱大家拢较有法度接受的迄个共分母安尼你伊安尼讲伊讲即个 descent base attribute 就是祖先为基础的即个属性这可能是咱咧讲祖先的时阵，差不多。你其他的讲法，大概拢会拄到一寡困难。安尼讲可能是上简单的但是讲族群讲敢真困难所以我简单，我想简单做一个结论就讲简单我想要表达是就是安尼就讲什么是族群？咱过去讲有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即个风俗习惯，有共同的语言看起来即寡大概拢会有困难所以咱相信咱是共一个族群这毋是任何所有即款客观看会到即寡标准这是咱咧讲族群的时阵唯一的一款方式这是族群好，安尼我可能都要停者，歹势我因为我讲话拢遮大声还是讲阮学生拢讲老师你讲话是咧面遮歹看但是安讲我都忝所以我爱停者好，所以拄我讲是啥物是语言啥物是族群我毋知影都系讲这个语言甲语言族群你即个要甲意识者，咱是即分做顶半段、下半段，你总会倒困一个，这点半。好这5分钟好啦，这5分钟。好因为你换一个另外一个题目嘛咱即摆一两个要结束呀，这5分钟好啦。好，因为拄只柯老师我坐伫边咧听，我感觉伊中开十足，一直叮当而且拄只有讲到一寡概念，就是像我做过一寡研究，听起来可能较紧会当进入老师所讲的遮个物件不过大家可能需要一寡时间消化比如讲头前是安怎要甲大家强调讲，啥物是语言，啥物是族群，我感觉大家小可小了解一下算了，咱后一个地方就是真正要讲到族群认同的时阵，有较好的一个方式大家用拄只老师所讲的这个概念，就去思考讲若是安尼，咱像我拄只大卫头的时阵，就是先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语族这物件台语族群咱即马台语族群，若是讲要像拄只老师所讲的，找一个祖先，咱的迄个祖先是啥物？这个概念到底是伫拄只迄个圆图仔内底倒一站？咱即马所讲的这个认同，一个族群的认同，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咱要追求啥物物件？咱即马一直想讲，本土语言爱甲伊保存落来。不过对拄只老师所讲的遐个情形。甚至是讲，莫讲老师所记的遐个例啦，像我家己其实就是阮爸爸是荷兰人嘛，阮妈妈是客人，
吼。不过因为我自细汉是阿嬷带大汉的，所以就是讲台语讲较济，所以我会尽我的认同，就是主观的认同，我可能就是靠我就是好落啦，吼。啊，但是客人这边。客家族群的议题，我其实嘛是会关心嘛。譬如讲，咱即马咧关心这个本土语文化族群的议题，其实有当时啊，即个角色，吼，家己的认同的即个位置，吼，佮有你的状态，其实是一个会当变化的，吼，或者是讲你看无共时阵，你有一寡目的，你有一寡需求。当然，老师对咱所讲的遐，譬如讲考试即个问题，我感觉是。一个较严重的议题啦，吼，譬如讲，像阮之前咧读师大的时阵，师大有当时啊会举办迄个原住民语的考试，吼。啊，当然，即马这当然是一种弥补弱势族群的一种做法，或者是讲你若是去学你的家己的母语，吼啊，考试的时阵你考到一个认证会当加分，吼。其实毋那是原住民语嘛，咱即马台语甚至是客语，吼，客语有迄个客委会。哦，就是有较定期、较健康咧举办这个检定，啊，台语就是做较辛苦。其实大家拢咧做共款的代志，就是讲要安怎透过遮个考试的制度，吼，甲咱的文化加保留淡薄落来，吼。但是我感觉这部分就是，你若是用这种较工具的看法，吼，就是讲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嘛，所以若是有一天人无去用啊，伊就自然就消失啦，这是一个正常的代志，吼。或者是讲。咱就是家己当做是考试加分的一个物件吼，但是内底无家己的情感的认同在内，吼，无家己要追求一种认同，或者是要找找祖先的这种态度伫内底。我感觉你敢若是制作一个考试，啊，要互加分，哦，要因为有一个功利的目标，才来做一件代志。我感觉这个物件伊嘛是早晚嘛是会消失，吼。所以我感觉就是。拄则听老师讲一个抗战了，我感觉，豆豆开始有足侪议题，但是可能会当了休困的时阵，吼嘛是会当小思考一下。啊，咱后半吼会当来讨论族群认同，吼，佮有除了老师所讲的以外，感觉，咱若是要讨论到台语的这个问题，甚至是讲，像我个人较关心的日本时代的这个台湾话的一个问题，吼，我感觉是会当，可能会当老师所讲的物件，佮了补充一下，吼，所以。咱即马就暂时小休困5分钟，吼，啊，等下大家再倒来做一寡讨论，好不好？好。